公，我真係冇理過佢有幾多錢啊！證據，佢係一個80歲嘅老人家。黑白，我嘅當事人是非，根本就冇使用到暴力，話我強姦。對錯，宋家耀，你講大話！由法庭定輸贏，我知每個律師為咗贏，用盡所有方法坐低對手。你玩贏㗎！由法庭定罪。除咗證據同埋法律觀點以外，都要考慮感情嘅因素，所以本席宣判。法外風雲，星期六日上午10點半，翡翠台。追蹤最新娛樂新聞，為你一一搜羅。千祈唔好買蛋糕俾我自己比較中意平平淡淡啊，過咗佢啦，係啊。娛樂圈資訊，全方位報導。1點收工咁樣，同啲助手咧去食宵夜，跟住聽朝咧仲早過你開工。娛樂頭條，星期一至五晚11點，翡翠台。闊別香港熒幕多年嘅翁虹，原來遇過唔少靈異經歷。喺馬尼拉，佢試過搭 lift 去咗異度空間。喺溫哥華，更懷疑酒店房唔只得自己，原來嗰度發生過令人心寒嘅事。直播零接觸，星期六晚10點10分，翡翠台。追擊社會發生嘅大小事，切身問題，大家都要知。會唔會要我哋自己揞荷包自己整咧？呢個亦都係我哋擔心嘅問題咯。報道娛樂圈動態，緊貼生活脈搏。勁中意呢一種風格嘅歌啦，梗係100分啦！東張西望，星期一至日晚7點35分，翡翠台。各位早晨，今日係5月12號星期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早晨先，早晨海欣。今日熱翻啲喎，係，但晏晝可能會落雨㗎，大家記得帶遮啦。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頭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晝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4同星期5會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重點。特朗普話對今次訪華寄予厚望，表明會同中方討論黎智英案、美方對台售武等嘅議題。從爆發漢坦病毒疫情嘅荷蘭郵輪紅定厄斯號撤離嘅旅客入面，再錄得感染個案。青衣清華苑尋晚電錶房故障。屋苑附近大約5700戶一度要停電，經搶修，大部分半個鐘頭內恢復供電。詳細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喺聽日起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佢話對訪華寄予厚望，重申同國家主席習近平關係好好。佢表明會討論美方對台售武等嘅議題。應國家主席習近平嘅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喺聽日至星期5國事訪問中國。中美元首將會喺星期4喺北京舉行雙邊會談。外界預料雙方將會討論經貿、關稅、稀土、人工智能同伊朗局勢等議題。呢一次係特朗普相隔近9年再次訪華，亦都係中美元首自舊年10月釜山之後再次面對面會晤。特朗普星期一喺白宮重申，佢同習近平關係好好，對今次國事訪問中國寄予厚望，亦都相信習近平希望睇到伊朗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得以解決。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e're doing a lot of business, but it's smart business. We used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for years with our previous presidents, and now we're doing great with China. We make a lot of money with China. I respect him a lot, and hopefully he respects me. 據報美國多名跨黨派參議員上個星期去信俾特朗普，呼籲佢盡快推動價值140億美元嘅對台軍售案，包括向台灣出售防空導彈。北京當局多次表明堅決反對美國對台售武，又話美方咁做係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同安全利益，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特朗普就話會同習近平討論美國對台售武嘅事。Well, I'm going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Xi. 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That's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ll be talking about. 而喺北京，外交部話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嘅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同互惠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為變亂交織嘅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同確定性。無線電視記者朱兆麟報道。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話：要堅決反對台獨同去中國化。而國民黨副主席張榮恭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喺北京會見國民黨副主席張榮恭，以及出席第3屆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峰會兩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滬寧話：今屆峰會以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為主題，就係要彰顯兩岸同胞堅守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嘅共同信念。佢話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同埋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同埋去中國化，堅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兩岸青年要樹立正確嘅歷史觀、民族觀同埋國家觀，為中華民族嘅美好未來貢獻青春力量。張榮恭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離唔開民族認同同埋政治互信，要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嘅共同政治基礎上，共同傳承、弘揚同埋發展中華文化，致力和平奮鬥同埋民族復興。無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導。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肯尼亞，倡議非洲同歐洲喺科技領域加強合作，以減少依賴中美大國。佢喺出席大學論壇期間突然上台，呼籲參加者唔好高聲談話，以免影響嘉賓發言。Already? You're not waiting your turn. Excuse me, everybody. Hey, hey, hey. I'm sorry, guys. But it's impossible to speak about culture, to have people like that super inspired coming here, making a speech with such a noise. So this is a total lack of respect. 馬克龍同肯尼亞總統魯托星期一喺內羅畢大學出席論壇，探討創意、文化同青年事務等嘅議題。對於馬克龍突然上台，呼籲參加者尊重嘉賓發言，主持人形容佢展現領導者風範。馬克龍又話，大多數國家喺科技同網絡方面太過依賴中國同美國。佢呼籲非洲同歐洲加強合作，建立戰略自主權，透過非洲人力資源同法國科技優勢去促進經濟發展。上個月嘅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槍擊案，疑犯艾倫出席庭審嗰陣否認所有嘅指控。艾倫星期一喺華盛頓聯邦法院出席庭審，佢否認企圖刺殺總統、用致命武器襲擊美國官員等嘅罪名。佢嘅律師話，辯方或者會請求法官取消當日有出席晚宴嘅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整個辦公室參與此案嘅資格。理由係皮羅同特朗普嘅友誼，以及佢可能被視為案件嘅受害者，會造成利益衝突。法官未就此作出裁決。爆發漢坦病毒疫情嘅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部分嘅乘客已經撤離回國，其中一個法國公民檢測呈陽性，一個美國公民嘅檢測就呈弱陽性，另一個美國乘客出現病徵。世衛就話好多郵輪嘅乘客係長者，咁就算佢哋出現症狀，都唔一定係感染漢坦病毒。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部分乘客星期日撤離西班牙自治區加那利群島嘅特內里費島港口，乘客撤離嘅時候全部着住防護服、佩戴口罩。法國衛生部證實，5個乘搭專機返回巴黎嘅法國公民，其中一個女人喺回國航班上出現感染症狀，到達之後喺當地醫院檢測呈陽性，病情有惡化嘅跡象。其餘4人檢測就呈陰性，目前被嚴格隔離，並且會再接受檢測同健康評估。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話，17個乘搭紅迪厄斯號嘅美國公民搭飛機返回美國，其中1人檢測呈弱陽性，另1人出現輕微症狀，2人被安排隔離。當局話呢17個人會被送往內布拉斯加州一間醫學中心接受臨床評估。
英國傳媒報道，20個英國乘客搭專機回國之後，星期日晚已經被轉運到英格蘭西北部伯肯克德一間醫院接受醫學觀察同檢測。當局話佢哋冇出現症狀。另外有2個早前確診嘅英國公民，分別喺南非同荷蘭接受治療。日本外務省就透露，一個日籍乘客已經乘搭英國政府安排嘅包機抵達英國。洪迪厄斯號船長形容過去一段時間充滿挑戰，佢感謝船員同乘客嘅團結同堅強。監督郵輪撤離行動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建議多國政府對相關乘客隔離檢測42日，亦即係漢坦病毒最長嘅潛伏期，但唔會強制執行。世衛強調，漢坦病毒對大眾健康風險好低，唔會引發類似新冠病毒嘅大規模疫情。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返嚟本港，近日本港多區出現大量飛